命運係注定嘅，有冇可能改變命運？等師傅今日話俾你哋聽，其實呢，命運呢並唔係完全話注定晒嘅，但係命運呢，佢會有一個框住咗你。打個比喻，如果一個人出世佢係貧窮嘅，但係佢條命最多係可以去到中產，呢個就係一個框住佢。無論佢點樣努力，佢都冇可能變成一個頂級嘅富豪。又或者有啲人佢個框反而會大啲，佢出世係貧困嘅，但係最尾佢可以成為頂級富豪。但係你話係咪一定可以做到呢？並唔係嘅。如果要去改變命運，你必須先要算命，了解自己嘅人生點樣行先係最好。你做乜嘢嘅職業，乜嘢嘅工作，你嘅事業先會最好。減少行錯路、走錯路，甚至通過宗教信仰、拜神、風水、法術、法事去解決你人生遇到嘅困難同埋障礙，咁樣先可以真正能夠改命改運，一步一步咁向上攀登。